嚟為大家介紹下我哋呢個 product 就叫做 Aura Mist， 就係為咗老人家啦或者一啲行動不便嘅人士做嘅一個沖涼嘅機械設計啦。因為好多意外咧都係喺浴室嘅情況滑倒啊，唔小心跌倒，而佢個影響係好長遠嘅。咁所以我哋 propose 一個完全係零安裝啦、wireless 嘅 system。我哋呢個咧就其實係中國藝術歷史咧就加 3D 古畫嘅，咁就將5幅嘅中國嘅古代畫作咧就變成一個 interactive 嘅，可以自由移動嘅一個咁嘅 3D model。學生咧從中咧可以有趣味咁去學習中國歷史。我哋呢一個項目咧就係一個社區為本嘅一個測試嚟嘅，咁主要就係針對翻佢哋大腦健康嗰個問題。咁所以我哋希望係一個免費嘅測試，俾翻長者去知道自己嘅大腦健康。做完測試之後，其實我哋都有翻一啲嘅管理方式、生活嘅指引俾佢哋咁樣嘅。我哋喺嘅研究裏面咧，就結合3樣嘢。第一就係大家用電嘅實時大數據啦。第二就係科技，譬如好似我哋今日見到嘅 VR。第3樣嘢就係社區嘅深度嘅參與，邀請市民同我哋一齊去設想，一齊達至城市嘅碳中和目標。我們這個呢是關於一個近紅外多模式的探測器的技術，比方說在可見光或者白天的情況下，它可以精準的探測紅外光的這個響應，而希望能夠將這個技術呢實現這個小型化。觀舌辨食呢個 project 咧，令到一般人都好方便咁樣，好準確咁樣睇到一啲中醫關心嘅特徵啦，個脷苔厚唔厚啊，咁就反映咗嗰條脷嘅健康，仲反映咗糖尿病人嗰條脷嘅相似度，佢可以起到一個初步篩查糖尿病嘅呢個功能。